天下無不散的筵席，我唔會參選第8屆立法會。立法會已經完成本屆任期嘅最後一次會議。17年嚟咧，除咗假期，我差不多每日都喺立法會大樓參加大會啦、內會啦、財會啦、事務委員會，同埋同業界或者市民會面。呢啲日子繁忙而充實，我想同大家咧講3點感受。第一，市民期望同政府施政有落差。政府同大部分嘅議員都懷着相同嘅目標，就係希望咧市民能過好日子。可惜全世界都一樣，市民對政府施政嘅睇法咧永遠有落差，因為市民只着重自己嘅短期利益，但係政府咧就需要照顧整體市民短、中、長期利益，需要睇近又要睇遠。又因為資源分配嘅問題咧，經常有市民覺得政府解決唔到自己最迫切嘅問題。我哋經常聽到 KOL 咧係批評立法會，話議員唔知做乜，唔知有乜貢獻，話係浪費市民金錢。但究竟佢哋有冇去認真了解議員嘅工作呢？又知唔知議員花咗幾多精力同埋時間喺立法會事務呢？其實議員喺議會嘅工作只係議員工作嘅一部分，議會以外嘅工作咧可能更多。我見到絕大部分嘅議員咧都係盡心盡力喺議會內外真正為人民服務。第二，對新一屆議員嘅期望，議員監察政府施政，但係同時咧要能夠協助政府做到良政善治，擔當政府施政嘅夥伴，同心同德。同政府咧緊密溝通，收集民間意見同埋研究各種經濟升級轉型策略同埋可行嘅方法，建議俾政府轉化為可行嘅措施。議員有責任咧協助建立立法會正面形象，以數據同埋事實對公眾廣泛宣傳立法會嘅重要性啦、功能、工作成績同埋成果。第三，對政府嘅期望。議員嚟自地區功能組別同埋選舉委員會3個界別，各有佢哋嘅接觸面同埋人物嘅關係，最清楚咧係民間嘅需要。政府咧係應該珍惜同埋重視議員嘅意見。我希望政府喺政策醖釀階段更開放、更早同埋更深入同議員咧係溝通商量，鼓勵議員咧出謀獻策。一啲政府唔能夠接受嘅建議咧，亦應該有充分同埋合理嘅解說，令到議員明白，先至能夠令政策推出嘅時候咧，盡量貼近民意，亦都讓市民理解。除咗今屆嘅議員同事，我最唔捨得嘅係秘書處，特別係保安部嘅同事。佢哋喺立法會最混亂嘅時間咧，頂住壓力同埋侮辱責罵，緊守最前線嘅崗位，維持立法會嘅秩序。佢哋咧都係無名英雄，我對佢哋咧都係心懷感激，銘記於心。希望大家留言讚好同埋廣傳，多謝大家。